座位上起立，我们跟隔壁的说，今天很高兴看到你，今天很高兴看到你，很高兴看到你，很高兴看到你。对，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阿们吗？阿们。那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一起开口大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那我们一起用这首蛮有能力，一起来大声的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一起大声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阿们吗？那我们一起来大声赞美他，再次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次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再次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再次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再次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还有，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那蛮有能力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就是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你是我们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所以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主耶稣，因为只要我们祷告，就是你必用那看不见的双手来引领我们，引领我走向那正合你心意的道路。谢谢主耶稣，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
手，在哪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主是我软弱无助的力量，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向神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在那里我寻求你。在哪里我寻求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透过祈祷甲主你相通。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检查阮的祈祷，阮的角度无朝全，但是透过祈祷的中间，互阮会当甲主结连来思考阮家己的毋对，阮家己无拄好的所在。主，阮献上感谢，有你遮尔好的主引带阮每一脚步，互阮行伫人生的道路顶面，会当更较有气力，嘛会当来迎神益人。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今日要来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23到29节。好，咱同齐来读。来，23节开始。来，耶稣应讲：听我的人会遵守我的话，我的爸会听伊，我的爸甲我会来伊遐，甲伊做伙住。无听我的人袂遵守我的话，恁所听见的，毋是我家己的话，是找我来的爸的话。我要甲恁做伙时，已经有将这的话甲恁讲。毋过为做这，就是爸用我的名要找来的圣神，会将一切代志教示恁，嘛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的，甲即世间的互人的无共款。
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恁已经有听见我甲恁讲，我去要搁转来恁遮。恁若有听我，会因为我要去爸遐来欢喜，因为爸比我较大。当代志还未发生，我先甲恁讲，互恁伫代志发生的时通信。以上。圣神的工课哦，圣神的工课。主若离开的时阵，谁会甲咱伫咧？所以各位牧师哦，毋是各位牧师各位弟兄兄姐，大家平安吼。甲亲密、甲上以外的人离开的经验，对年岁的加添，都可能会打坐。迄是一种真深、真沉重的不安甲失落。耶稣伫这段的经文内底，伊也学生讲，伊知影门徒伫要面对即款的情景，就是伊伫要互人定十字架，搁活上天，门徒这学生无法度搁甲伊对伊来生活，无法度看到伊，所以对这学生来讲，这是天翻地乱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转变。兼在生活会失去目标，但是伫这个离别的暗暝，主耶稣甲因，互因一个非常宝贵的应允，就讲，伊虽然要离开，毋过要赐落另外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神，要来甲门徒同齐开始。今仔日咱就来思考这段经文，对这中间来明白圣神的4项主要的工课，而且来学习怎样甲伊做伙来行。首先第一个，圣神互咱甲上帝结连。伫个23节，耶稣讲：听我的人会遵守我的话，我的爸会听伊，我的爸甲我会来伊遐。甲伊做伙大，耶稣伫遮表达一个真深嘛真实在的属灵真理，就是讲上帝毋若是干那伫天顶的创造主尔。耶稣讲，我的爸甲我会来伊遐，甲伊做伙大，伊搁较欢喜住伫欢喜听伊顺坦主的话的人的心内。互即个住伫咱内面，即个代志，真做是可能的，就是圣神本身。各位兄这是福音的真谛。毋若是干那咱爱为主来活尔，搁较是主要住伫咱内面。这毋是比如，是真正的实在住伫咱内面。圣神真做咱甲阿爸爸上帝、主耶稣中间的联络者。伊互上帝听真理，甲咱同在，诚做每一日的经验是真实的，毋是抽象的观念。有当时咱检测会感觉真孤单，离开上帝远远。这个时阵，请会记得，毋是上帝离开咱远远哦，是咱失觉察圣神住伫咱内面的即款的宝贵的事实。所以咱来过一摆安静咱家己，甲主讲：主啊，我要过一摆来甲你亲近。第二，圣神要教示咱，搁提醒咱真理。26节安尼讲，毋过为助者，就是爸用我的名要册来的圣神，会将一切代志教示恁。嘛会互恁想起我甲恁讲一切的话。圣神奉叫做保惠师，意思就是讲，伊是安慰者，是辅导者，是帮助者甲代求者。伊的角色毋若是情感上的安慰，嘛是引带咱进入真理的老师。圣神毋是互咱一时的感动尔。反倒等，伊是一直伫教咱，24小时完全无停的，一直伫教咱。
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圣神毋是互咱看到文字尔，伊互咱看到文字后壁的属灵意义，互咱感受到主的同在，体验到主的疼。圣神的教示嘛，毋是干那传上帝道理学知识尔，是咧调咱的性命，甲调咱的品格。彼得3遍无认主，毋过伫咧5旬节了后，圣神降临，彼得徛起来，真勇敢来传讲基督耶稣，互3000人信主。这毋是因为彼得伊的性地较冲动，毋是伊雄变做厉害尔，是圣神在教伊，圣神在教伊，互伊明白真理的深度甲气力。你敢捌伫个某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是特别的时阵，雄想起一段经文，也是一则经文，拄啊好是你需要的，这个经验，我想在座大部分应该拢有觉到。这毋是强拄强哦，这毋是拄啊好尔，这毋是讲啊我凊彩安尼显尔，迄是圣神咧提醒咱。主耶稣知影咱软正，知影咱有当时记袂牢，所以圣神受采来，就是要互咱定定会当想起主的话，会当来掠着主的话。反倒当这嘛人提醒讲，咱若无咧读上帝的话，无咧读圣经，圣神伊就无法度来提醒，因为无提醒的内容，所以咱就建立每一日灵修的习惯。读圣经、祈祷，甲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肝头，互圣神会当随时来运行伫咱的内底，帮助咱伫信仰的生活顶面会当正确来运用。第三项，圣神带来料想袂到的平安。27节安尼讲，我将平安留予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我赐予恁的，甲即个世间互人的无共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耶稣所应允的平安，甲即个世间所熟悉完全无共。世界的平安是建立伫环境顺利、代志顺心的即个中间。毋过主所赏赐的平安，是一种内心的安稳甲安息，是一种就算讲外口咧做风台，咱的内心依然有安稳徛在的信心。这个平安是对圣神的同在来，圣神伊甲咱安慰，为咱代求，甚至伫罗马书第8章28节嘛安尼讲，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来替咱祈求。伊互咱的心无阁为着毋知的代志咧皮喘，反倒当是因为上帝掌权得到安息。伫使徒行传内底，保罗面对各种的风险甲关卡的时，伊安尼讲：我知影我所信的是啥。即种的信心甲平安，毋是保罗伊的性格真坚强。是圣神所带来的果子。第4项，圣神坚固咱行伫上帝的路上。28节到29节安尼讲，恁已经有听见我甲恁讲，我去要阁转来恁遮，恁若有听我，会因为我要去爸遐来欢喜，因为爸比我较大。当代志还未发生，我先甲恁讲。互恁伫代志发生的时通信。耶稣知影门徒未来爱面对压迫、挑战甲困难，而且这一直循环未煞。伊毋则事先应允圣神的临到，这是为了要互这门徒坚固因的信心，互因伫患难的时阵无跌到跋倒。反倒当是因为信心来徛在圣神的工课，毋若是内在，嘛会当互咱有外在行动的勇气。
伊互咱有面对世界的胆量，嘛互咱有顺服上帝的力量。伊毋若是互咱走闪世界，伊毋是互咱走闪世界，是互咱会当伫世界中间坚强活出主的款式。今仔日的基督徒嘛，定定面对世俗价值观的挑战，面对压力、无公义，这时只有倚靠圣神，咱才会当坚守信仰，诚做光，诚做盐。各位兄弟，圣神的工课毋是已经过去啊，嘛毋是未来明仔载甲要来做的，颠倒是即马就伫进行的。伊伫每一个信徒的心内咧做工课，伊教咱真理，帮助咱明白上帝，用主的话提醒咱，伫关键时刻，互咱智慧甲气力，带来属天的平安，互咱心肝头袂阁惊吓，坚固咱的信心，继续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一直到见主的面。那安尼，咱是要安怎来回应圣神呢？我想咱需要甲圣神培养亲密的关系。所以拄我讲的，逐工祈祷、读圣经，来安静落来，来听伊的声音，顺服圣神的感动甲提醒，毋好互伊的声音，互世界这吵吵闹闹冚过去，听无伊的声。伫信心中间，倚靠伊的气力，就算讲环境搁较艰难，搁较困苦，嘛爱相信伊同在平安有够咱用。咱三甲来祈祷，主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圣神互阮，伊是阮的保惠师，是阮的帮衬的，是引带阮的。恳求主上帝，你帮助阮对伫圣神的工课会当搁较美丽，而且愿意甲伊同行，愿意互阮愿意换出阮的骹步对伊来行，互阮的生命会当因为伊搁较换新，有气力，会当结圣神的果子来荣耀主你的名。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接下来，咱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来祈祷。首先，乌克兰甲罗西亚伫5月15日土耳其举行战争以来第一遍的会谈，虽然无有具体的进展，不过协调停战的工作，为美国总统选举新任的教宗新就，祈求上帝让每一位和平使者同在，会当见证世间人怎样来遵守主耶稣彼此相听的诫命。第二，对福岛核灾以后台湾家属恢复家园的蓝图，顶礼拜5月17第3场正式的除役。但是台湾依然面对能源的关度的需求，求主来带领各国的政府会当开发出更安全、稳定、更环保的永续新能源，嘛有百姓会当更加明白来责任减碳，同齐为后一代来贡献心力。第三咱知昨日伫个三峡发生3个人死亡，12个受伤的严重的车祸，目前还有9个人住院伫治疗。这个不幸引起全国的重视，求助人民这些死伤的百姓，嘛有政府会当建立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莫阁有悲剧过来发生。咱为了这3项来献上祈祷。谢谢神，我们心的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你，这个你心的爱是我透过这些对谈的精彩的信息，包括领导者建议在后面让完成，把这个信息打了好几年，真的可以去除掉，也帮助学会新的教宗也会调停这一切，有出信息也帮助这个教宗这一关，也我们要定名的观念定名，也当不看好势，也当把公共俄罗斯的前后当开发出公安全，做他环保的能源，有上的信息的新主民族。上这高中的领袖，完全是朋友感谢，帮助我们能够有更新的能源，更好的方式做出来。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求你吸引每个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首长们、执政长官们的心，主啊，求你掌管他们的心，使他们都能够依靠你，都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也求你看顾乌俄战争，主啊，求你平息这一切，使你的百姓归回平安。也求你把和睦，把从你而来的平安放在世界每个国家元首或是长官们的心中，光照他们，使他们知道，主啊，唯有你是爱的源头，唯有你才有真实的平安。带领他们能够以你的心来去爱他们每个人民，每个他们所居住的百姓。主啊，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台湾能够正式来到非核家园的这个新世界、新时代。主啊，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有很多需要去面对的挑战，也许是资源上，或是也许是每个协调里，都求主让我们有智慧的，能够不要以仇恨，不要以纷争来去看每件事情，而是以主你的爱
彼此同心，彼此合意，在资源的开发，在社会的开发当中，也能够取得是吧环境，也能够取得土地上或是是吧那个不要造成污染，不要造成资源破坏的一个平衡，使我们都能够是吧有一个环保的心，能够来爱护你所赏赐的土地，你所赏赐的台湾。所以我们要为前天在三峡发生的车祸来祷告，是吧？求你亲自安慰每一位失去至亲或是他们的孩子们的心，孩子们的家人里，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也求你医治正在治疗还有久位的孩子们，使他们能够早日康复。也愿你的平安如同温暖的阳光，照进每个破碎惊恐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得着主要从你而来的安慰，还有平安跟盼望。主要谢谢你将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继续咱为了教会的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个，首先来感谢上帝保守全教会退休会顺利来完成。感谢主带领天气交通真大，出入一切拢平安。嘛，借着中孝路教会甲水南教会见证分享，带予嘉南教会60周年，更加明白、更加清楚的蓝图。会当当心伫应允的所在来见证上帝老年甲蜜的祝福。第二，暑期儿童夏令营，目前已經有70多位國小的囡仔學生，甲20幾位的國中高中生來報名。求主帶領課程的設計甲活動規劃會當迎神悅人，嘛安尼懇求會當更加濟後一代囡仔甲父母會當就安尼來進入教會，領受一生上水的祝福。第三項，本個這個禮拜5月24，志工隊45人要前往台灣天然岩屋線接頂個月的防災訓練甲體驗課程。求主看顧保守，出入一切攏平安。嘛，強化每一位志工的防災警覺甲反應。咱為了這三項來獻上祈禱。现在神就是我们新的来感谢赞美你，就是我们要向你来祷告，就是感谢到我们教会就是在上个礼拜的退休会平安日落幕，到了中山路教会跟水教会一起学习健身，让我们的教会未来的方向跟蓝图越来越清晰。就是你的带领，就是让我们能够一起走到那流量1米之地。也感谢你，就是说在儿童夏令营有70多位的学生，还有20多位的志工，就是说能够参与在我们的夏令营，就是感谢你让这个夏令营可以延续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也就是继续使用这个夏令营，让它成为孩童跟学生们能够进入、能够认识你的管道，也帮助就是24号我们将有40个志工要进到这个烟火去接续防灾训练，也帮助我们能够这样的训练，除了增加防灾意识外，也让我们的志工可以更有韧性、更有向心力，也更有积极、更有主动，能够明白就是自己所的职分，就是可以用他的能力，用他的专业。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亲自带领全教会的退休会圆满顺利，无论是在天气、交通或是食宿与出入，你的恩手都大大看顾保守。感谢你借着忠孝路教会与水灵教会的美好见证，使我们嘉南教会在庆祝60周年之际，有更清晰的意向与方向。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应许之地同心合意建造，见证你那流奶与蜜的丰盛，成为祝福万民的器皿。主啊，我们即将举办的暑期儿童夏令营，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你已经吸引70多位国小孩童及20多位国高中生的报名，这是你为教会下一代所开的门。求主亲自赐智慧与创意给每一位同工与老师，使课程设计、活动安排都能荣耀你的名，并能真正触摸孩子们的心灵。求你也动工在孩子的家庭中，吸引更多的父母一同走进教会，使得属灵生命的更新与救恩
使全家都得享一生最美的祝福。主啊，我们为即将在本周六前往内湾天人岩屋的志工队献上祷告，求你赐下从上头来的平安，保守40多位参与者在交通、天候及所有活动中的出入都无虞，也恳求你借着这一次的训练与体验，提升每一位志工的防灾意识与临场应变的能力，使我们在危难时刻成为社区的帮助，成为你爱的延伸与见证。愿你的灵充满每一颗愿做主工的心，使我们不只在平安中训练，更在真理中坚固成长。主啊，愿我们所做的每一事都合你的心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教会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此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续要来为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永春兄来代祷。那永春兄他已经因为肺部感染住布桃，那也在因为痰非常的多所以导致呼吸困难，还有血氧过低好，那上个礼拜四我们有去探访，好，那他的状况时好时坏好，那永春兄的太太还有2个女儿，好，特别大女儿从纽约回来，好，来陪伴，好，那求上帝看顾永春兄，好，他的这个肺部能够好转，好，或是能够有上帝的旨意和带领，好，那前天早上也有说永春兄一度病危好，那求上帝看顾保守。第二，我们为着连珠姐，好，是思雨的妈妈，好，来祷告。那她也是在上周末，好，在家晕倒，好，送医，好，那已经本来出院，好，但是又隔天又住院哦。那也求上帝看顾保守，能够让连珠姐，她也是肺浸润，好，那有肺有发炎的现象。那也求上帝看顾保守，好，连珠姐她能够在这个布桃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看顾，能够早日康复，也能够还有在这个癌症的这个治疗上面，也求上帝同在。第三，我们要为立志长老来代祷，好，立志长老上个礼拜四，好，那因为失去去洗肾。去洗肾，然后失去意识，没有呼吸和心跳，紧急送到布桃的加护病房哦。好，那目前正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好，那也为他这个脑部缺氧的状况没有造成大碍，能够恢复，也能够度过这个时刻。好，所以我们先为这3位目前都在部立桃园医院的永春兄、连珠姐还有立志长老，为他们3个人都是在肺部上面的疾病，求上帝来医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现在天杯兄弟，我们为着永春兄、连珠姐、立志长老来祈祷，为着家的教会体体，家的同工，抓因伫肺部的感染，还是发炎，还是伫立志长老伫加护病房来面，而且照顾，抓愿上帝你看顾保守，特别也眷顾永春兄，还有朱慧姐，还有家人家丽全家，抓都在上帝的保守，也让永川兄不遇试炼，也不遭祸患，抓也保守连珠姐，也能够在肺部的感染，还有在癌症的治疗上面，抓能够来依靠神，能够得着神你的帮助，也与思雨同在，也为立志全家，为着慈雅慈仆，抓在医院的照顾，抓求你带领，抓能够让在立志长在加护病房当中，能够情形得到恢复，也能够得到好转。愿上帝你掌权，主，我们将永春兄、连珠姐、立志兄、立志长老交在主的手中，愿是阮的弟兄弟听阮的祈祷，愿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们。第4个，我们要为着嘉陵执事来祷告。
那嘉玲她在退休会的时候有发现手部无力的状况，好，那紧急到云林台大医院照电脑断层，好，那初步是认为是这个颈椎骨刺压迫。回到桃园之后，有再去民生医院好检查，好，那也确定就是颈椎骨刺，还有椎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和肌腱炎哦。好，那也求上帝看顾保守嘉玲执事，好，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得到医治，也能够有好的复健，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好，不影响生活。也为曼双在5月初，好，因为下雨的时候骑车跌倒，造成左手腕的纤维软骨受伤，好，那软骨有出水的现象，好，没有办法出力啊，好，也求上帝还有在吃止痛药的时候也造成胃痛啊，好，也求上帝看顾保守曼双，好，能够得到医治，好，我们一起来为嘉玲和曼双，好，他们的颈椎骨刺还有手腕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嘉玲执事，还有为着曼双，他们为着嘉玲在颈椎的第5节有骨刺，以及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关节炎和肌腱炎。主啊，感谢你让他能够早的发现，也能够得到早的医疗的治疗。也求上帝看顾保守嘉玲，能够完全的康复，得到完全的医治。也为曼双来祷告，也求你看顾曼双，他的手腕受伤以及软骨出水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复原，也能够好的复健，以及在吃止痛药的当中，也来保守他的身体不受到影响。主啊，愿上帝你看顾保守在我们的同工执事还有曼双嘉玲的身上。我们把这几位兄姐交到主的手中，求上帝来带领看顾。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为教会当中在病痛的这些名单来代祷。好，首先是素理姐，好，她甲状腺低下，还有常文是免疫系统，为了美莲姐是右脚踝骨折，还有昭莹是髋关节骨折，好，在复原当中，还有方慧姐，好，她也是右手骨折，也在复原当中，还有白内障的开刀，以及文道兄喜胜，还有信助兄，好，他眼睛有开刀和有忧郁的情形，还有静红兄，好，那他脊椎坐骨神经痛，好，那也住院，也现在也回到家，正在复健当中。我们求上帝来看顾保守，好，这些弟兄姐妹，素丽姐、常文姐、美莲姐、昭莹姐、方慧姐、文道兄、信助兄、静红兄，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这些肢体的病痛，或是我们所知道没有写在上面的肢体，为他们的病痛身体的疼痛，或是我们当中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身上的疼痛，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我们要宣告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是我们的耶和华拉法，是全能的神。你的大能的手要按在每一位病痛弟兄姐妹的身上，将身上所有的疾病疼痛来除去。奉主耶稣名来宣告，所有的疾病要被捆绑，要被践踏，因为你赐给我们权柄，能够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要捆绑。奉主耶稣名宣告，上帝你圣的大能要同在。主啊，你要叫那瞎眼的得看见，要那瘸腿的行走。主啊，叫那使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我们要为素理姐、为常文姐、为美莲、昭莹、方慧姐、文道兄、信助兄、静红兄来祷告，来宣告，上帝你大能的手要按手在他们疾病疼痛的地方，你要加添他们力量，你要使他们力上加力，信上加信，让他们能够经历神，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神。主啊，你要来医治他们，你要来触摸他们，因为你的名是耶和华拉法。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所有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家人，或是肢体来代祷，或是我们在场或是在线上的兄姐。主啊，求你赐下信心，因为圣灵来是要使我们能够得医治，要使我们能够得到更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所有弟兄姐妹身上的疾病疼痛交在主耶稣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挪去，因为你说你要使我们得凡劳苦重担的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要使我们得安息，把我们所有的劳苦、所有的重担、所有的疾病都带到主耶稣的宝座前。你要使每一位疾病当中弟兄姐妹得到平安，得到医治，得到完全的康复。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第七，我们要为着教会的长辈、高龄者，还有一些住在长照中心或是安养中心的兄姐来代祷。首先是为着月香，是曼双的外婆96岁，还有刚刚信仰告白成我们教会议员的秀兰姐，她的婆婆曹嫩妹，也在安养中心，也90岁。为着谢松郎老师，在龙潭，还有为着李金叶姐，她住在桃园的长照中心，还有为着黄崇伟是中联美的儿子，在内坜的安养中心。我们也为这5位在安养中心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在这里为着教会住在长照中心或是安养中心或是年长者或是在家中的这些长辈，教会的长辈家的长辈来祈祷，主啊，求你来跨过伊保守因，跨过家不管是住伫安养院还是伫家的厝内底家的兄弟集体，主啊，你赏赐因有家的灯会秀，也求你也赏赐因，互因有健康喜乐的心，因为主你讲喜乐的心就是荣耀。主啊，你要将伊所有这忧伤痛苦，也要来早早，不管伊伫什么所在，拢会当领受对天来的平安甲喜乐。也愿上帝通过主啊，所以保回来了，在每一位兄弟心中，主啊，让他们都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宝血的遮盖，还有医治，还有赦免，让他们能够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宝血，让他们能够来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把月香姐、嫩妹姐、松郎老师、金叶姐，还有崇伟弟兄，都交在主的手中。还有为着教会的这些长辈、年长者，或是因为行动不便、长久没有办法到教会来聚会的肢体，都交在上帝的手里。愿上帝你亲自同在，愿亲爱的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这些肢体来代祷，使我们能够领受上帝你的爱，上帝你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最后，我们第8要为着在癌症正在对抗癌症的这些肢体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加油。秀凤姐是淋巴癌，那感谢主们上一周有和小组去探访那秀凤姐这个淋巴癌是做干细胞移植，非常的顺利那也得到上帝的眷顾，节省了很多的医药费也能相信在6个月后她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也为丽梅姐来祷告，还有家军的爸爸罗金龙弟兄，这3位呢都是淋巴癌，求上帝看顾，让这些的癌细胞都能够不断的缩小，也能够减少，甚至完全的消失。也为古佩文姐妹的乳癌，还有淑芬就是丽娟的堂姐的乳癌，还有为着水仙是阿秋的大姐的卵巢癌，都能够病得医治，这个癌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恢复。有上帝的同在，喜乐心就是良药。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秀凤姐、丽梅姐、金龙兄、佩文姐、淑芬姐和水仙，还有我们所知道的，或是我们的家人在癌症上面对抗的，我们一起为他们来关心代祷。亲爱的主上帝，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气息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身体都是神你所造的。你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主啊，求你来洁净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体，都能够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主啊，因为你的话要来进入我们的心，要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骨节与骨髓，将我们的灵与魂都要刺入来剖开，用你的话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成圣，用你的道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得到滋润，得到喂养。主啊，你的话要将做我每一位兄弟脚一个顶甲路上的根，也要将做我生命中间伫黑暗中的根苗。主啊，上帝你来帮助秀凤姐、丽梅姐甲金龙兄，伫这个淋巴癌对抗的中间，主啊，互因会当来得到完全的医治甲恢复，也让靠主有信心来赢过这拢总的病痛。为着佩文姐甲淑芬伫这个乳癌当中的这个治疗，主啊，也求上帝看顾保守，使他们能够信心得到坚固，
能够来仰望主，也为着阿秋的姐姐水仙来代祷，也求上帝看顾保守。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家人，或是肢体，或是我们所认识不认识在癌症当中的这些亲人弟兄和姐妹们，主啊，求你加添他们信心，让他们不要看身上的疾病，而是定睛仰望耶稣，让他们有喜乐的心，能够看见复活的主耶稣所赏赐那生命的大能，要来胜过世上的一切的疾病。主要让人不担忧、不害怕，也不丧胆，让他们能够刚强壮胆，能够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让他们每一天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充满感恩，充满赞美，充满喜乐和见证。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为着30几位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或许还有许多我们还不晓得，或是还没有知道的，但是上帝你都知道，也求神你赐福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能够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成为敬拜神，能够来荣耀神，能够来服侍神的地方。谢谢主，我们把我们这些的肢体还有家人都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愿神的脚步带领每一个人脚步，每一步都有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求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让我们拍掌，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神是得胜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使水变为酒的上帝。他要医治我们，带领我们走得胜的道路。亲爱的阿爸上帝，我很感谢你，我今日暗时会当过一摆组织伫教会，也是伫线顶做伙来参加迦南教会的祈祷会。我为着做主来向主献上感谢，也为着这做代志向主献上我迫切的祈祷。总是主你通过信息的工课，予阮知影信心亲自用讲袂出的吐开，为众人来祈祷，予阮会知影万行事道道来，叫听上帝人拢要得到完全的利益。主啊，让愿你的话加做阮逐时逐刻逐人的帮赞，予阮拢会当来听候你，看见上帝你有上界水、上界美好的旨意。阮将今日暗时伫遮的聚会，搁一摆来交互主，也将阮伫遮所提名代祷、甲祈祷的事项，也要继续交伫主你的手中。相信主对世国外主耶稣，你要来带来遮的平安，也要带来遮的公义甲和平，带互这个世界会当更较美好，会当来荣耀上帝的名。这个时阵，我要同齐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要同齐来祈祷讲：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
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人、因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拍抱啊，来归因根归予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咱互相来请安。好，这个忠义长老明天早上就要去美国，好参加签约的婚礼啊，好也能够出入平安。好啊，愿神祝福大家，好平安。好，主任，音乐，谢谢。